哇，好高興啊！我哋今日嚟到咧台山呢一個2026年嘅粵菜師傅職業技能大賽現場啦。你睇我哋今日好多師傅嚟自省港澳台山唔同嘅師傅都聚集咗喺呢度啊！呢個精英賽，我哋嘅澳門代表團呢，專程去咗台山廣東廚藝技工學校現場觀摩咗2026年台山市粵菜師傅職業技能競賽粵港澳大灣區精英邀請賽。呢場比賽嘅含金量真係超高啊！集結咗嚟自粵港澳、深圳嘅師傅齊聚台山，堪稱係大灣區嘅頂級廚藝大比賽。我哋嚟自澳門東湖海鮮酒家㗎，呢個係嗰個蛋白瑤柱炒飯嚟㗎，加咗啲加拿大野米落去嘅，配合本地台山最靚嘅嗰個米，咁兩樣米襯托出嚟，顯示咗一種健康嘅飲食同埋一個亦都係推廣本地嘅大米嗰個精髓。今日咧真係大開眼界啊！成個賽場都係高手雲集，每一位出賽嘅師傅咧都係身懷絕技啊！每一位都係深耕粵菜多年嘅資深師傅啊，個個攞出咗看家嘅本領，爐火純青嘅刀工，火候嘅掌控，調味手法，每一個細節咧都盡顯粵菜匠人嘅精神啊！大賽所有嘅參賽菜品呢，100% 係採用台山本地天然原生態嘅食材，新鮮地道，零添加，水土孕育出嚟嘅優質食材啊！一眾高手咧同台競技啊，比拼嘅唔單止係廚藝，仲要係對粵菜文化嘅傳承同埋創新。現場出品嘅每一道菜咧，真正做到色香味俱全啊，賣相精緻養眼，香氣撲鼻濃郁，入口層次豐富，鹹鮮回甘，將我哋廣府粵菜嘅精髓咧發揮得淋漓盡致啊！睇到我全程咧都目不轉睛，大飽口福啊！今日咧，我哋澳門東湖海鮮火鍋酒家咧，亦都由董事張志堅先生咧親自帶隊出征啊！帶領團隊咧，憑借紮實嘅功底咧、精湛嘅廚藝咧，同埋對粵菜傳承嘅堅持啊，喺一眾大灣區嘅精英師傅裏面咧，亦都成功斬獲咗大賽嘅榮譽精英傳承金獎啊！呢個獎項咧真係實至名歸啊！一方面咧，亦都係對張志堅嘅團隊啦、廚藝實力嘅頂級認可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見證咗我哋澳門嘅粵菜師傅咧，積極融入大灣區美食交流，傳承廣府飲食文化嘅初心同埋實力啊！澳門東湖海鮮酒家係。咁我想問下你咧，今次參加呢一個比賽咧，你有咩感受咧？你哋比較有少少緊張啦，但係咧亦都學到好多嘢咯，睇到啲同行個個都咁認真，啲出品作品咁完美，所以感覺吸收良多啊！將來咧喺我哋嘅廚藝咧，我就會有所提高嘅。學到好多嘢，認識咗個嘅廚藝啊，係嘛？吸取咗好多嗰啲咩廚藝嘅精英啊嗰啲。今日嘅賽事分享咧就到呢度啦，中意食美食想解鎖更多地道粵菜嘅朋友咧，記得關注我啦，下期再見。記得點讚關注哦。